望春风是大家熟悉的歌曲，伊毋仅代表台湾的流行音乐，更会当为其中看到历史价值。台湾流行音乐90档特展，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展，希望会当带大家共同见证台湾90档以来流行音乐的演变。我们的展名叫做"当我们望春风"嘛，那我们其实想要探讨的是，在不同时期的台湾人，他们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春风？那他们心中的想望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其实望春风是对我们的社会是有一个多重意义的一首歌。例如像日本时代的时候，他们把望春风变成一首日语的歌曲。特展总共分为5大展区，包含韵律、行动、国家名称、乡愁，就重点的望春风版本，透过无同时期的比对，表现上要探讨的议题。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伫开幕这天，也特别让下来参观。我们家有4个外孙哦，每一个人都会唱《望春风》哦。因为这是伫学校拢有教我的大汉查某孙吼，因迄个去参加音乐比赛，就是唱《望春风》吼，有得有奖分的啦吼。所以讲，这个是足好的歌，所以讲唱起来，大家拢足有感情吼。有哪会当想起讲哦，这台语的水伫底吼，搁即个作曲家吼来作曲，一个真优美的所在吼。我想伫遮共同和大家做伙见证咱台湾流行音乐90年吼的即个特别的展览哦。我想台南明年就要即个纪念台南400年哦，进入台南400年。台南300年的时阵，咱拢还袂出世；台南500年的时阵，咱拢无得咧吼。所以把即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会当来做的。现场会当看到用同心圆元素设计的展场，搁有以 AI 制作的第1位演唱望春风的歌手春春、歌王文夏、歌后记录社3位代表歌手的演唱画面，听家甲声光效果十足，带领观众找回属于家己年代的望春风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